继续来到中华社头，有一个骑机车的男子，正手画油门，倒手是掠一尾超过1米长的蛇，骑机车咧踅大街。警方讲，这种的行为已经违法了，上悬会当罚款18000块。 骑机车民众正手吹油门，倒手蹬一条超过1公尺长的物件，因为一只手翘倒摆，车身转来转去，看起来真危险。不过，斟酌去看，上危险的是伊的手蹬一尾蛇。 刚刚看到这位打真在民众哪骑奥多摆哪伫咧看蛇的动静，真无实行，甚至过当超车，规尾蛇嘛对咧一直海来海去，后壁根本无人敢挂过去。这喊挂过画面都发生伫咧中华社头清水检路，全部过程拢叫网友给翕落来。当然危险啊，越远越好，可怕啦，非常可怕。而且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生物，你干嘛把它抓那么虐待它？应该蛮危险的吧？会想说怎么那么奇怪？ 民众拢感觉真危险，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这位民众会哪骑奥多摆哪掠蛇呢？经他的邻居表示，他当时是在那个路上看到一条蛇被压过之后，然后把那条蛇那个抓起来那至于说他把这条蛇怎么处理的话我们后续再清查。我们具备的都有手套、蛇夹跟蛇钩。现在很多宠物蛇、外来蛇，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毒无毒，你根本就不知道。民众如果有遇到，一定要通报消防局。一支手骑车掠蛇溜溜去，已经违反道交条例，相关扣罚10000倍罚款，会叫伊改正，或者是袂当去骑奥多摆。加在这个事件无发生意外，若无后果，应该真惨。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